下圖總共有幾多個正方形呢？大家好，我係 Math Concept 從化西分校嘅導師 Miss Carrie。今日我哋會繼續睇2025年 Math Concept Edition K3 程度答啱率最低嘅5題題目之一。今日我哋嚟到第19題，下圖總共有幾多個正方形呢？做呢一條題目嘅時候，我哋唔係淨係數見到嘅一格格嘅呢啲正方形喎，因為喺奧數題目入面，我哋要數晒所有唔同大小嘅正方形。例如好似呢條題目入面，我哋要數返呢一個正方形，咁佢就會係邊長為1格嘅正方形啦。咁亦都會有一啲大個少少嘅，例如好似呢一個咁樣啦，呢個就會係我哋定義邊長為2嘅正方形。我哋仲有邊長為3嘅正方形，甚至有邊長為4嘅正方形。咦，咁有冇邊長為5嘅正方形呢？咁就唔存在啦，喺呢條題目入面。好，我哋一齊畫一畫邊長為1嘅正方形，邊長為2嘅正方形，邊長為3嘅正方形，邊長為4嘅正方形。我哋可以一齊數咗邊長為1格嘅正方形先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，總共有11個。而邊長為2嘅正方形分別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總共有7個。呢度要特別留意返，如果喺呢一個情況入面，我哋見到呢度唔存在一條線嘅話，咁佢係唔屬於一個邊長為2嘅正方形㗎。好，跟住落嚟，我哋會數到邊長為3嘅正方形。睇晒成幅圖，原來只係得一個啫。同學仔，咁你揾到邊長為4嘅正方形喺邊度呢？冇錯啦，就喺呢度。我哋只係得一個邊長為4嘅正方形。最後我哋要加晒所有正方形嘅總和，11加7加1加1，呢度總共有20個。所以呢一條題目答案係 F， 20個正方形。如果想學習更加多嘅數學題目，歡迎 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channel，like 同 share 呢條片。我哋下一條片再見啦！